攝影係好似用緊一面鏡子去俾坐喺觀眾裏邊去照耀到成個世界，成件事係點樣？觀眾係有一種投入嘅感覺，有一份共鳴，佢而照到自己究竟嘅人物同佢嘅關係係咩咧？咁我覺得個攝影機同埋個鏡頭上面，佢係做到呢份咁嘅模式。而我哋喺攝影機後邊嗰個人，亦都要思考呢個咁嘅模式，去呈現到俾觀眾，佢哋係照緊一面鏡。呢個多多方方面面都係令到我對攝影好有興趣，亦都好中意一路延續落去嘅工作嚟嘅。每一次個得獎或者有一個成就咧，每都係最大嘅功勞啊！係其實係嗰個製作裏邊，所有人同我一齊去做咗一件好好嘅嘢出嚟，亦都係得到一班好好嘅觀眾，或者係好好嘅評審，去將呢件事展現咗出嚟咧。咁多年嚟，我見過好多好好嘅作品，但係佢哋亦都未必有機會可以得到一個任何嘅獎項啊，或者係大家嘅認可啊。咁就要睇大家對嗰件事嗰個口味而定嘅啫。所以好彩係佔好大嘅重要性，幸運啦，我會覺得除咗大家成班團隊嘅功勞之外。